到肥叔足球世界，喂，最近收到啲私信咧，就話喂拉丁王子啊勁啊，肥叔啊勁啊，但係淨係識巴西波，點可以叫做拉丁王子啊？嗱，我就唔係淨係識巴西波嘅，所以今日講呢一場賽事咧，就係南美自由杯賽事 B 組賽事啊，嚟自厄瓜多爾嘅巴塞隆拿咧對住秘魯嘅體育大學啊。咁啊呢隊波咧，當然啦，大家可能有聽聞啦，因為佢本身係厄瓜多爾嘅班霸球隊啦。再者喺上個月嘅附加賽嘅兩回合對住哥連泰斯嘅情況下咧，其實都領隊卡斯迪路咧都全世界都開始出名㗎啦。原因好簡單，除咗帶領球隊贏波晉級之外咧，再者佢係着住老西啊，哇！成套老西再加埋個煲呔，然後喺度搞波啊！所以咧而家咧佢都已經出晒名㗎啦。嗱，當然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佢哋嘅戰績都好理想啊！兩場分組賽咧1勝1和啊，咁啊主場亦都贏咗波啦，作客去到阿根廷嘅河床都能夠0-0和波喎，喂真係唔嘢少㗎！再者球隊本身咧真係咧秘魯體育大學咧係呢一組我認為係相對比較弱基，第一、第二佢哋2戰2敗㗎啦，咁亦都反映到咧佢哋雖然都好守得下，但係進攻咧嘅範數啊、實力啊各方面條件咧都係唔及同組嘅其他對手嘅，咁所以呢場波仲要咁下風嘅情況下，0分情況下，作客去到厄瓜多爾，仲要對住巴塞隆拿，真係瓜多個菜啊！真係，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呢一場嘅提供咧，我就覺得係簡單單主隊咧就 win 嘅。咁當然啦，大家可以有另一個選項，就係因為呢一組咧，大家都防守能力比較強，進攻能力相對比較弱，咁所以入球少，亦都好大機會啊！咁啊，當然啦，如果你未 like 咧，肥叔足球世界啊呢個視頻號同埋文字版嘅咧，記得撳個掣咯。咁啊，當然除咗呢方面之外咧，廚房都仲有大把好嘅戰績、好嘅提供。咁啊，記住多多支持我肥叔，繼續收米咯。